来乡亲啊，这个寒天哦，食羊肉炉，要食这个姜母鸭，暗时啊唔通伤晚食，唔通当做宵夜来食。讲安尼哦，真会引发到一切酸。寒天到啊，真侪乡亲会食补，是讲嘛唔通伤晚食，因为这造成身体负担。台中有一位长寿者，都因为安尼引起一切酸。汤水水的东西，距离你睡觉的时间太近，也容易造成胃食道逆流。那第二点呢，有时候这些太过于刺激的东西，太过于油腻的炖汤呢，其实也很容易造成肠胃的负担。中医师表示讲，这个小者透过中医的治疗已经恢复健康，若要避免佫压起来，有真个物件袂使食。也要戒烟戒酒。那另外呢，有一些不好消化的东西，糯米类、油饭啊、粽子啊这类的东西也要减少。寒人食补，嘛要看体质甲时间，才袂因为补过头颠倒有反效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